麦克风测试，麦克风测试，一二三，麦克风测试，一二三，一二三，麦克风测试，一二三。Test，麦克风测试。来，我们重来。太大声了。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那个叫小声一点。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今行走永活更新的路，一起来。我今行走永活更新的路，我今行走永活更新的路。我今行走永活更新的路，在每一天，耶稣用他全能手引领我。再一次来，我今行走永活更新的路，我今行走永活更新的路，我今行走永活更新的路，在每一天，耶稣用他全能手引领我。手借给我。我今行走永活更新的路，我今行走永活更新的路，我今行走永活更新的路，在每一天，耶稣用那全能手引领我。我今行走永活更新的路，我今行走永活更新的路，我今行走永活更新的路，在每一天，耶稣用他全能手引领我。感谢主，我们走在上帝是给我们的永活恩典的道路上面，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感恩，也承认我们可能在生命当中有一些的亏欠软弱。我们一起用上帝的话来宣告说：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是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上帝给我们有恩典给我们有慈爱不管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软弱，这个恩典就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开口来祷告。我们献上感谢，在过去一个礼拜，神怎样带领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困境逆境，有恩典，有扶持，我们开口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慈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过去的礼拜，主，我们感谢你家属面临的亲人的世上，也看到主你的医治，你的恢复，让弟兄姐妹经历你的全能，受洗归入主你的圣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慈爱直到永远。愿你的恩典、慈爱、怜悯随着我们。主，谢谢你，让我们一起敬拜上你的荣耀彰显。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怜悯使我们原本不配得救的，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借着信心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主，你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主，你的爱彰显在我们当中，不管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什么样的族群，你都接纳我们。你为我们摆设的宴席，使我们能够看见永恒的盼望。愿你赐福我们，除去我们与神之间一切拦阻的道路。愿你赐福我们，能够专心来敬拜、仰望你、寻求你。我们大大张口，就得大大充满。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为了国家、城市来祷告，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我们一同来开口，来为这个城市为我们执政掌权，为国家
我们看汉光演习啊，会有一个死亡哦，然后2个命危哦，一个演习，因为演习那个船要翻覆这样，但是他们身上背了10几公斤的装备哦，所以我们看到，就因为这样哦，要预防哦对岸的这样的一个侵袭哦，我们不断的要操练，但是我们看到也面临一些的危机哦。那我们为着责任掌权人，特别是这些的家属来祷告，失去亲人那种哀伤哦。我们恳求主来带领我们台湾，真的是走在无论是在防疫上面，或者是在整个国防上面哦因为中国有常常会搅扰，最近又定了国安法哦，那其实对我们到香港都会有一些的影响，所以我们恳求主给我们执政掌权的，面对这些的危机的时候，有智慧能力来处理。我们开口来祷告，为这块土地百姓来祝福。我们开口来祷告。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志向合一，在台湾，在执政掌权的这些元首，这块土地是你手上是美好的，说过去被视为是脏土地，但是因为你的福音进到这块宝岛，使人的心能够有盼望，使人能够知道福音，使人能够依靠。如果你依靠救恩的大能，愿我们的百姓都有福分来信靠你，愿这块土地成为喜乐之地，可以让我们百姓安居乐业。主啊，求你赐给执政掌权的有智慧来治理这块土地，愿你来实行公义、慈爱、怜悯，祝福这块土地。主耶稣，谢谢你，你让我们生长在这块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居住。虽然我们在全世界有一些的困境，面临全球的疫情，我们也有一些的困境，但是主你恩待台湾这块宝岛，因着150几年前福音进入到台湾，改变人的心，能够寻找一条永生的道路，也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作为，帮助我们的执政掌权的有智慧，敬畏你就得智慧，才能够治理这个国家，使这块土地成为喜乐之地，使这地的百姓成为和平之子，让我们彼此能够和睦，让这个国家能够成为全世界的祝福。愿你施恩赐福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也除去百姓心中的拦阻，让他们可以自由来到神的面前，同得救恩。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要那个音乐没有关掉，我们为着我们的需要来祷告愿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宣告主的话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我们为着自己的身心灵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天气的变化闷热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灵所以有需要的，等一下为我们弟兄姐妹来服侍。我们在整个巨变的社会，也会影响到家庭的婚姻、情感，还有产业我们也为了每一个家庭能够成为神所爱的有主同在的家庭。我们也为了我们在受到疫情的冲击的过程当中，可能你的工作事业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敬畏上帝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过来7月8号大概是放榜这个高中的放榜我们为了这些孩子，他们未来可能在新的一个阶段课业，我们求上帝给他们有智慧，那新的一条路一个学习给他们知道如何去选择我们为了在新的一个阶段，可能他们面对人际关系，我们也是一样求上帝来恩待我们能够有和睦有
彼此相爱的心啊，彼此跟人有很好的连结。我们为了这几方面来祷告。如果你在这几方面的需要，或者是你的家人，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的同工会为你来祝福，为你来祷告。多祷告，多有能力，好吗？如果你需要，你就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宣告主的圣名是神所拣选，是神所看顾的，是神所保护的。谢谢耶稣你的慈爱临到凡敬畏你的人。谢谢耶稣，让我们能够一起大大张口来寻求你，凡寻求你的人，主你必垂听。主，谢谢你按照你的慈爱、你的公义赏赐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敬畏，在敬畏当中看见你的慈爱，也因为你的医治，使我们能够来领受你的大能充满在我们当中，你的供应足够有余。主，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主，谢谢你，你是耶和华以勒，是为人供应预备足够有余的上帝。主，你也是让我们软弱扶持的神。你在我们病痛当中，你是耶和华拉法，就是医治我们的神。主啊，你的属性太丰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敬畏你，才能够认识你一切的属性，跟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主，你的话语说，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信心，好叫我们快跑来到你圣宝座面前，大大张口领受你的恩典、你的供应、你的慈爱、你的医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也要为着今天主日来祷告。有我们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不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我们要一同为牧者长子团队特别为牧师来祷告。今天有洗礼有圣礼点的服事在第二场我们有信仰告白，有3位的成人洗礼，过去已经有2位在医院或者是在自己家里面接受洗礼。我们有1位小儿洗礼我们看见神预备这个救恩给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只要我们充满着信心来依靠他。所以我们为着今天我们个人跟上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求圣灵来感动我们能够认识耶稣的救恩，也能够用信心来接受。所以透过这些的信心的寻求，这些弟兄姐妹，最小有16岁那最年长呢70几岁60、70岁。那我们恳求神临到他们当中，坚定他们的信心，也为了我们快要进入到暑假了我们的咖啡夏令营我们的一些营会的筹备都能够很顺利。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外面来的年轻人志工，他们也参与在礼拜那透过这几年我们为着他们预备这些营会，他们进入到教会，我想上帝在帮助他们看见，他们也能够成为上帝有福的儿女。我们为了儿童牧区从孩子培养这样的一个理念非常重要让他到老都不偏离在神的道。所以我们为着儿童牧区为着区长长老还有这些的同工能够带领这个孩子，因为孩子真的不好搞，你知道吗上个礼拜我去带他们他们是很好动的，但你怎么样要有智慧来带领他们在他们成长的道路有神的同在我们为了下令一切来祝福让这些孩子还有青少年都能够在营会当中遇见主。我们一起站立好吗？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守望祷告，神使用你成为这施恩赐福的管道，成为一个代祷的勇士。我们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主，我们一起来帮助
召更多这些年轻的夫妇带领他们的孩子来到主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凡事所做的能够亨通顺利，是因为你的同在，是因为你所赏赐各样的智慧跟能力，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不论是做什么事、做什么服事，我们都靠主能够依靠你所赐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谢谢主，让我们在敬拜当中遇见你，让我们在敬拜当中领受你的荣耀跟你的同在。让我们在祷告当中能够知道按着神你的心意来祈求。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用喜乐的心来到上帝的宝座前，一起来敬拜。耶和华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我们将一切的荣耀、掌声归给我们至高的神。各位弟兄姐妹，请坐。主，我们要赞美你，
因为你是那配得赞美的主。感谢主在我们的生命中与我们同在，因为有你，所以我们不枯竭。愿我们如同葡萄树与枝子相连，领受生命活水。阿们。在干旱或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认识主耶稣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信靠主耶稣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与主同行，这是一生最美的祝福。因此，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感谢颂扬主。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曦，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
属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主耶稣，你是赐福的源头。当我们在寻找一切福分却寻找不到的时候，主你向我们显明这条道路，不是借着我们自己的作为，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也因着相信，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己夸口我们所做的。主，谢谢你，因为你使万人能够同样用信心来领受，让我们信靠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就是可以看见永恒的盼望。当我们一同敬拜聚集的时候，看见你的真理叫我们得自由，也透过今天的信息、圣经的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一人得救，也能够全家蒙福。主，你的圣灵现在充满感动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看见你的同在、你的应许跟你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一同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我们今天要举行今年度第4次的圣礼典。我们有成人洗礼王子欣左父，还有李丽清姐妹。我们当中有2位是德福关怀据点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坚信礼是简中文，信仰告白有温慧琴、陈继兰，还有卢品玉3位。那小儿媳是陈以恩小朋友感谢主是我们丰盛长老的孙子。那感谢主，在第16组这于圣荣弟兄在6月23号在林口长庚医院受洗他隔天是开刀脑部的肿瘤，原本医生他的预估是恶性肿瘤，但是感谢主隔天开刀完之后是良性的那已经出院了，感谢主，你看神的恩典真的很奇妙。陈同文姐妹18岁就中风然后现在25岁因着神的恩典慈爱，让她自己能够愿意那家人也
我看他妈妈也离神的救恩不远了哦，自己都把这些的公妈摆哦，这些都处理好了这样哦。那我们特别祝福这个家庭，我们也欢迎陈社义姐妹将会籍从凤山的西门教会转入本会，有在当中吗？还是做第二场？我们陈社义姐妹我们欢迎她委身在这个家庭。那我们在教育部报告，小组长训练的日期是更改为7月4号还有18号，因为这个礼拜六有一位姐妹要举行告别礼拜那求主来安慰这个家庭。我们为了要庆祝今年的55周年教会成立的55周年感恩礼拜，我们预定在下主日1点，在501会议室召开第一次的筹备会请各位筹备委员，就是牧长团队各部长、成牧区、青年牧区还有儿童牧区的区长等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今年10月25号，我们会在博宴在国强一街那边的博宴餐厅，我们已经预定好，在那边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礼拜布道会我们可以开始来祷告，设定对象为他们祝福，希望那一天可以一起来欢庆所以请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祷告当中就开始预备。我们7月20到25号是夏令营品格夏令营阿卡贝品格夏令营，征求爱餐善食的同工这些孩子这些的年轻人在寻求主的这样的一个福音。那如果有我们弟兄姐妹有好的这样的预备我相信他们有时候会因为爱餐的预备，他们受感动，求上帝来赐福我们有感动的可以向膳食组长端荣执事来报名，或者是到1楼来登记。我们先看肢体的部分第5组的黄素莎姐妹，在6月29号蒙主恩召安息主怀，享年90岁可能我们年长的比较年长比较认识她那定于7月11号，就是这个礼拜六8点在桃园殡仪馆至美堂举行入殓礼拜，9点火化。那下午1点在本会下午1点在我们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下午3点半会在巴黎客家墓园举行安放礼拜。那7月9号这个礼拜4晚上7点晚上8点在7楼举行家庭的安慰礼拜，特别为这个家族来祷告他们孩子都没有信主，是素莎姐妹她的娘家在园里都有信主不过我相信透过你的参与，透过教会的服事，他们会感动，感受到上帝的爱。我们一起为7月的寿星如果你是7月寿星，请你站立起来，我们要为你来祝福。好，感谢主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拍手来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愿意赐给我们是丰富的生命，也能够让我们生命成为众人祝福的管道。主，求你先丰富我们的生命，赐福我们的生命，调整我们生命更像主，好叫我们在我们所做所行所为所说，能够祝福我们所接触的人，带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
愿你的荣耀彰显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让他们生命有更多的影响力。垂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请坐。我们来念今天的金句，一起来念2遍，一起来。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使徒行传16章15节再次，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使徒行传16章15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意义，你不用勉强。弟兄姐妹特别为在这个疫情当中，也影响到我们在上半年可能达成率要50%直到39%，所以求神感动我们在整个奉献当中能够足够有余。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尊人生引导，只想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引导，只想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求你使用我们的恩赐在你的事工中，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与能力献上一点利用所得。我们知道我们所献上的多少并不重要，因为你看重的是我们这颗愿意摆上的心。我们在这里献上小小的金钱，求悦纳。我们将奉献按着公义使用在教会的事工上，也求你祝福弟兄姐妹，保有一颗感恩的心，常做你所喜悦的事。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坐下，彼此来祝福说：上帝的恩典可以看见救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翻开《使徒行传》第16章。《使徒行传》16章，我们要从第1节看到15节。我们注意一下左右邻舍有没有圣经，帮助他们很快的看到圣经。
在新约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16章，有没有看到1到15节？好，弟兄姐妹，如果预备好了，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来宣告啊，神的应许就充满在我们当中啊。第1节一起来。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要带他同去，只因他中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家、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在夜间有一项献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特拉。第2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叫比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是敬拜神。他听见了，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说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我们看到这边，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恩典其实离我们不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因为你的圣灵同在，可以开我们的心窍，帮助我们在真理上面能够学习，能够开心窍，能够明白原来主你的救恩就在我们周遭，只等着我们用信心来接受。愿你的慈爱向我们每一个家庭来显明，帮助我们现在能够聆听主你的话语，让我们心能够享受真正的安息。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爱在我家。这个爱到底是怎样的爱？那我们看到在6月30号，香港制定了一个国安法，我相信这个是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本来是1国2制的地方，但是现在成为什么？1国1制了。那当然，对于这些香港推动民主民主派的这些的居民或者是这些议员来讲，可能他们要面对很大的这些的冲击。他们如果在做这些的推动的时候，或者在见证民主的过程当中，可能他们会因此来入狱，
甚至最严重是终身的监禁。那我们想说，哎呀，那是他们的事嘛，弟兄姐妹，你有坐过丽星邮轮吗？你有到过香港转机吗？有嘛，你知道这个条文里面也会影响到，如果你在香港或是在丽星邮轮，在它的管辖里面，你发表了对中国、对香港有一些不好的言论，就骂他或是怎样你同样的会受到这样的法的制裁，或是影响。那这个有没有关我们的事？因为如果你去以色列，通常会到哪里转机？香港嘛。所以有人说，那我就不去香港了啦。那你如果不去香港，你坐邮轮还是在它的管辖，或者是在航空器里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有一些人就网友开始骂那个联合国在搞什么他制定他的律法就制定了，干我们何事你制定了法律，结果影响到整个全世界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影响对我们的影响所以特别到这个国家或是其他相关的地方，我们的言行举止要怎样，就要特别注意了你不能随便像在台湾这样很自由，可以骂总统，可以骂什么官员或是怎样到那边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国家所制定的，有没有想到别人？我们在制定的一些的律法的当中，有没有想到别人的感受所以全世界又开始对香港招手嘛，英国来可以让这些多少的居民来移居来到香港那我们的市长我们最受欢迎的这个城市桃园是其中一个嘛，对不对？所以很多台北其他的地方都移居来桃园市你看地震、台风有没有很大的影响？没有所以这个桃园是怎样好所在所以我们市长就说，我们在做这些的相关的配套方法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有让香港人可以来做移居来这边居住？所以我看很多香港人开始有在动心了那哪里是香港人他可以居住的家我相信走到哪里，如果有神的爱同在，那个就是我们可以在那边居住的家有爱就有上帝，有上帝的同在，你在哪里不管是豪宅或是豪宅都可以有什么能够安身立命，可以有在这边的安身居住好，那我们看保罗，其实他在宣教旅行的过程当中，他也处处为家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他来到路斯德，他曾经在路斯德做过什么事经历过什么事还记得吗？被石头打到都忘记了，弟兄姐妹他在那边有在宣教过程当中碰到这些可能当地人犹太人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迫害，对不对从比西底的安提阿开始就有人反对他到以哥念，到路斯德到特比，你看在整个过程当中，牧师过去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是在讲连续剧，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宣教也有它的困境可能在你的宣教对你的亲友宣教过程当中，在过去的这些宣教师来到台湾宣教，也有碰到这些困境化赛化油你知道吗所以被放火烧他们的宿舍等等都有，我们看到这些非常有这样的一个挑战性那到底哪一个地方可以成为他的家，或者是成为他枷锁，在他的推动福音的过程当中那有神的爱吗？或者是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律法也好，所以传的会不会成为我们跟人跟神之间的一个阻碍？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一起来想说，爱在我家，那爱如何在我家？有没有那个阻碍我们怎么样去排除？那保罗他怎么样去排除那认识到
这个家庭的影响力，从年轻的提摩太，我们看到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这位提摩太他是怎样的一个青年？有什么是从家庭来的影响力？影响他成为一个，刚才有没有注意读圣经？他的名声好不好？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好的名声就会影响到他往后配搭在保罗这个新的团队传福音的时候，就会有什么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从哪里来？等一下我们有来看。第二个，我们看到爱在我家，另外一个家庭虽然敬畏神，但是还没有领受这样的一个救恩永恒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吕迪亚这个家庭如何因为一个年轻人参与在团队，保罗他愿意处处为家，然后有这样影响力，导致一个家庭我们当中也有做生意的琼慧姐妹我想救恩也离他不远了感谢主因为这样的一个福音就进入到这个家庭，然后我们看他过去他做生意，他会接触到什么有什么是影响到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吗？那我们这个都要来深入的探讨这爱在我家有什么这样的影响力，这么样效应好，第一个我们看到盛情难却，爱在我家上个礼拜刘牧师带领我们看到什么？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很关键的什么秘诀，就是什么？农行，就是割礼的问题好，外邦人要不要再割礼啊？不用了但是他们要遵守不拜偶像行淫乱等等这一些嘛好，这个面对割礼的问题他们要把这一些所议决的条文送到其他的地方去做一些的宣告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这样的规矩规定也要想到全部人的感受。好，那我们看到上帝的爱要临到每一个地方。那我们看到先从这个路斯德的提摩太当提摩太加入在这个团队，他的身份他的父母是怎样的身份？他的爸爸是哪里人？希腊人，就是希利尼人，我们所称的外邦人好，这个割礼的条例就对他有什么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对不对？另外，他妈妈是什么人？犹太人那当然我去查考一下提到他的爸爸是希腊人或是希利尼人他是好像比较用过去式。那有一些作者说，可能他爸爸已经不在人世过世了所以他从小就跟着妈妈在犹太社群里面参与敬拜，然后有一些的被影响。所以保罗他加入他接纳提摩太进入到这个团队，然后他又想到说，以后如果他在面对这一些的牧养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的阻碍？在阻碍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影响到他的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就为他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割礼他大可不必，对不对？因为这个条文从耶路撒冷传达到这边他大可不必。但是因为可能有这一些的背景，那保罗就为了这些的缘故，可能你要传讲上帝的爱救恩，但是也要顾及到全部人的感受。我们相信有一群犹太人，他们就是针对保罗，然后心里面有这些的什么不舒服那保罗他开始去调整他的想法他不会执意，然后为着这个提摩太就行了割礼。我们看到其他的地方在传福音传达这些规条的时候，我们看到前面1到6节5节，我们看到什么结果？他们到那边坚固了他们信心，然后呢，得救的人有没有增加？有。
所以可能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对这些的犹太的条例非常的执着。如果今天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行割礼的问题或是决定，可能对这些人还是会有一些的排斥。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要让上帝的爱进入到每一个家庭的时候，也会顾虑到有一些的他们心理的状况。好，所以我们看到律法本质是什么？约束，但是有一些必须要做一些的调整。那神的真理使人叫人要得自由的是因为在爱里面，你顾及他，你体贴他在软弱，但是真理不变，方法是可以改变的所以透过上帝的爱顾及别人的感受，所以因为这样，提摩太他接受了洗礼这个割礼。那有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个爱的彰显，让爱能够进入到每一个家庭里面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今日传福音的处境可能有一些的阻碍，我们怎么样去把它除掉，让爱真正在这个家庭里面。那我们看这个年轻人提摩太，他不是忘我就好像保罗这看无家己了他常常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什么我里面活着，不会因为这样我就没有我自己的立场。提摩太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透过保罗的写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他还是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他懂得参与在保罗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里面，所以他说他是与保罗同心的，所以他成为保罗属灵的儿子。保罗也很好的教导他，帮助他能够以后成为好像以弗所教会的主任牧师成为这牧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牧者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提携，然后教导培养装备提摩太，让提摩太他不是看好像自己不存在，他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他愿意让自己能够付上代价，或者是我不用割礼但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他愿意摆上他，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看见这些需要，可能看见这些犹太人他们在传统上还是有一些的阻碍，但是因为他愿意怎样，愿意忘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愿意接受割礼，所以让什么？让这样的一个上帝的爱突破障碍，能够进入到每一个家庭里面。所以他是忘我，不是没有我自己的立场所以第三个，我们看保罗他在写书信给这提摩太的时候，纪念他的眼泪。有的作者说，因为要跟保罗分离，所以这个提摩太他很不舍很难过，流下他的眼泪。我们一起来念来。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我感谢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想到你心里无伪的信。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受到影响，是因为我们如果有看过提摩太的书信，我们知道提摩太这位年轻人，他在家庭里面，他的信仰受到谁的影响力？妈妈跟外祖母罗以，还有他的妈妈有尼基，这两位妇女，我们看到妇女是很重要的。从小妇女可能男人在外面打拼赚钱，但是妇女在家庭就担任什么？教育教导还有特别是信仰。所以我们看到罗以他的外祖母还有他的妈妈有尼基信仰非常好，所以保罗才说，我看见你身上无伪的信不假了真的是很纯正很真实的这样一个信仰。所以他表露出来，他可以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能够愿意牺牲自己然后自己受割礼等等，或者是他愿意付上代价。好，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
不是指一个很坚强的人，但是因为有圣灵与他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在书信当中，按手为他祝福，然后让他有什么刚强的心，有圣灵的同在，所以后来他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个牧养的责任。不管人多么险恶，多么软弱，但是圣灵如果一旦在人身上，我们看到保罗就改变了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因为这样的圣灵的运行，就改变他们的生命。当他们生命从缺乏、从软弱、绝望，可以成为刚强、壮胆，还有是有盼望的。所以有神的爱充满在哪里，处处就是我们的家。所以保罗可以到哪一个，他能够安身立命在那边。这是在这个家庭，我们看到保罗他对提摩太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也看到提摩太后来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牧者那我们看到圣灵怎么样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就开始，保罗他们有自己的计划想法那圣灵就及时的阻止。我们去年到了土耳其的特罗亚，其实在那边照相，然后其实有很大的感受，我就对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这个特罗亚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地方，是保罗他领受这马其顿的意象呼声，然后坐船转到欧洲，才有以下我们看到这个吕底亚这个家庭全家得救，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样一个欧洲福音的果子重不重要？所以非常的重要。我们去，我提醒弟兄姐妹，不是只有看石头我们有一些长老还在那边推石头照相我说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是因为有圣灵的同在。本来我们看到什么？本来我们看到保罗、希拉提摩太这个团队，他们要到亚细亚可能他们目标有要向着以弗所了，但是圣灵就阻止了阻止好了，第一次碰到阻碍，那我就转向，我要到美西亚去。耶稣的灵又不准许，所以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的困难你不要一下子就埋怨上帝特别上帝有他的引导可能那个时间点不适合你到那边去而是有特别的导引。所以在特罗亚，他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意象，就好像彼得他在约帕，他领受这样的一个外邦人得救的这样的一个意象一样，所以他顺服到了哥尼流家里。所以透过这样的意象，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告诉我们走正确的道路。所以当前面我们可能用自己的想法，我应该做这个，或应该到那里去做宣教等等，但是圣灵的阻止，让他们不会多走这些冤枉路。所以我们看到在异象当中有一个马其顿人，他在异象里面对保罗说：“来啦，赶快来，我们这边需要你来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在安静，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你在祷告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图像、意象，或者是对你的未来有这样的影响力？其实牧师在每一次的异动当中，我都要祷告寻求。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不敢乱动，这样懂吗？有圣灵的感动才能够怎样就行动。所以我相信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异动，圣灵的感动是非常重要，才不会让你踏到铁板你知道吗？不会碰到这些的困难那我相信每一次到哪里，你神怎么样引导你前面的道路，你要决定做什么工作。我常常跟年轻人提醒就你在新的道路，你在选择这样的一个工作，或者是你要读什么，你要真的安静下来，你要祷告，神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方向。不然你读了大学4年完之后，你所做的工作根本跟所读的怎样毫无关系所以你会问孩子你未来要做什么？他回应什么？阿哉。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早知道，像牧师18岁我就知道神怎么样带领，所以寻求神一直从18岁到现在嘛。神怎么样带领非常重要，你就不会乱闯或是乱走。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常常用意象来提醒我们，上帝要的跟你所要的有没有符合，或者是你想要而不管上帝要。所以弟兄姐妹透过意象很清晰的，然后带领我们前面你要做什么，你怎么样接受。我们看到保罗他在特罗亚所领受意象进入到马其顿，然后第一个腓立比的城市其实就是马其顿的一个驻防城，非常重要。在这边我们看到保罗建立了欧洲的第一间的教会，所以圣灵的导航他很快的调整他自己的脚步。弟兄姐妹，让爱在我们家也需要你自己的调整，你知道吗？你自己的调整，让神的恩典能够进入到你的家庭。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一调整他的角度，在意象当中就看见了这一些的家庭的需要。所以当他们到了这个腓立比他们在那边，我们看到他们就看见了这些的需要，然后看见了这些人在生命当中，他们需要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外邦人，他们在生命当中可能他们敬畏神，但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福音还不是完全的认识。所以保罗他就愿意调整他自己的生命脚步，然后去看见这一些人的需要。为了同胞的缘故，他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我们一起来念来。为了我的同胞，我骨肉之亲，纵使我自己被上帝咒诅，跟基督隔绝，我也愿意。他的传福音的心智是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福音如果能够传出去有人接受，那渴望福音的那么多，是因为什么？你愿意付上代价，然后圣灵的感动让这样的一个管道是透过你来祝福更多的人。所以我们看到马其顿这个呼声是进入到欧洲很重要一个管道让他未来在罗马雅典他能够在那边有这样福音的传达那当时候当然罗马或雅典是当时候那个主流文化思想的一个影响的地方。那进入到马其顿，等于就是一个进入到欧洲的开始。如果你去土耳其你会跨不同的区域，有亚洲区，还有欧洲区那我们看到保罗他就进入到欧洲，然后腓立比这个地方以后建立教会。所以当意象领受分享了，一个团队要彼此有同心合意，然后才能够去做推动。如果这个团队像马可离开了，然后这个还有另外巴拿巴离开，现在希拉加进来，还有呢提摩太加进来，如果没有同心合一的意向，可能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目标。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愿意调整，然后看见这样一个意向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什么？看到一个福音要进入到一个未信主的家庭里面。当他们来到了这个马其顿的时候，腓立比，他们一般都会寻找会堂，但是这边显然没有会堂，对不对？没有记载，他们就到一个河边，然后有人祷告聚集。一般会堂要成立，要几个犹太的成年结婚的男子，10个以上他们会成立一个会堂。那在这边显然没有，所以保罗他们一行人就到了河边，然后其实有人在那边祷告聚集，有妇女小组在那边所以有妇女在那边一同聚集，在那边敬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因为这个吕底亚，所以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福音。那我查一下，这个吕底亚他卖紫色皮布，你知道紫色皮布是用这个植物染的那当时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高级的布料，所以我相信吕底亚他是一个很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生意人商人你知道在他们当时候要加入这样的一个工会了。工会里面常聚餐的时候会在哪里聚餐？你知道吗？在庙
在庙的周遭有相关的地方哦，所以他们在庙或者是这个聚餐的时候，也会接触到这一些的比较有色的这一些的环境哦。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当时候在吕底亚，他出生在哪一个城市？推雅推拉。推雅推拉本身是敬拜这个太阳神，还有雅迪米神女神哦。所以我想在他本身家庭刚开始也会有一些的阻碍哦，可能因为做生意的缘故，我们看到有些做生意的缘故，可能要加入工会或者要祭祀祭拜等等哦，所以做生意的时候有时候初15啦，无就初2安怎，10安尼吼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它的祭拜就会不同了。所以在为了要求生意好，所以表示他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最关键就是圣灵来感动他，开他的心窍，让他明白什么？这个保罗所传讲这样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个人，我们要为他祷告。当你设定对象的时候，你要为他祷告上帝他是你所看重的，魔鬼撒旦，我告诉你，你在他的身上没有权柄。最重要第3个是什么？圣灵。主圣灵求你怎么样？开启他的心窍，感动他，让他明白真理，然后耶稣上帝你的爱充满。我愿意继续为他来祷告。当你为这样的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为他祝福，他的身心灵祝福，我们相信神的灵就运行充满，就好像他在这个吕底亚的家庭，一个可能在商场上打滚，然后很成功的女生意人他接触了很多，看了很多，但是因为圣灵开他的心窍，让他明白。我真的在上个礼拜去做洗礼的时候，在同婚家里看到他妈妈，也是一个生意人女强人，但是圣灵一旦感动，我相信这一家全家要信主，阿们吗？我相信神也是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圣灵也会开你的心窍，能够明白牧师所讲的。让上帝的爱进入到你的家里，也让你的全家是能够蒙福的家庭。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我接触到有一些人就说精品的我们礼拜五去他的新家做感恩礼拜那爸爸妈妈也来，妈妈就是说他以前也是基督徒很奇妙，但是爸爸那边是没有信主，所以一般传统的信仰就是怎样，跟着嫁鸡随鸡了。那我跟他妈妈在分享对谈我说这个很难他很难，他自己说很难我说你妈妈你的角色跟我妈妈很像我妈妈以前就是基督徒，但是嫁到爸爸那边就跟着。因为当时候这个民间信仰非常的强大，但你嫁入我们家就是要跟随我们嘛。但是后来因为有这样身体的病痛，然后寻求这一些的神明医都没有办法被医治，那回到上帝的面前祷告5分钟，改变成为一个人。所以我跟你妈妈讲，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上帝的灵如果要感动没有什么不可能。弟兄姐妹，请你记住，在神的话语里面没有不可能这3个字，因为在神凡事都怎样，都能过。如果你相信他是掌管天地万物的神，所以你不要存着那种不属神的思想，就是不可能，而是你要存着在神面前凡事都能，但是也要人去配合懂吗？有圣灵的感动，也有人去配合。我感动，快行动。所以愿主的灵充满，就好像进入到吕底亚的生命当中，然后他告诉保罗说：“我真的信主，我很诚心的邀请你们来到我家。”他不但邀请基督成为他家的主，他也愿意敞开他的家庭，然后接待这一些的传道人。我相信在他的家里开始有这样的福音的宣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据点。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圣灵来引导你前面的道路，让神的爱进入，让那个阻碍离开，让我们成为神蒙福赐福的家庭。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哦。信靠耶稣是最美的一个祝福哦，让我们每一个家庭是能够全家归主，让每一个家庭因为神的爱进入，领受这样的一个救恩。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信心画出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人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坐在高山深谷，在基督耶稣的圣名，欢迎还属他的教会。你有受洗、坚信信仰告白，可以一起来领主的圣餐。如果你还在慕道，还没有接受洗礼，牧师鼓励你预备心来接受这样的救恩。所以，请你暂时不接受这饼跟杯，因为跟信仰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所以这些饼跟杯没有什么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慈爱、救恩与你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有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吃完了，也拿起杯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了要纪念我。”
当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的时候，他向上帝感恩。我们也学习主耶稣的样式，我们一起来感谢，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按照你的命令，一起来遵守你的身体为我们舍，流出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代价，为我们打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一切黑暗的权势远离我们，让永恒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因着耶稣，因着你的爱，用信心来领受。愿你赐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的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我们请长老来服侍。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主耶稣说：“这饼是代表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拿到饼跟杯，你自己祷告，向神献上感谢。愿主的宝血成为我们医治遮盖，我们重新得力的力量。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主耶稣说：“这杯是他所流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我们拿到饼跟杯，你就自己祷告感谢。是我们牧者，我们就不致缺乏。他要带领你到青草地，他要领你到可安歇的溪水旁，让你得安息。他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用丰富的脂油来滴在你所行的道路。在你敌人的面前，耶稣要为你摆设宴席，使你胜过一切这些的环境所带来的挑战。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渴。”
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陪餐会员，你是还没有拿到饼跟杯？拿去吃，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杯是用基督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用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主的复活，只等到他来。愿主的恩惠慈爱与我们众人同在，也愿我们一人得救，受洗归主，全家要蒙福，全家要得救。我们一起站立，我再次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恩典。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信心画出你，你的恩典如真实，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信靠你是一生最美好的祝福，因为你胜过死亡的权势，要赐给我们凡信靠你的人有永恒的生命。天父上帝，你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愿你的爱充满，进入到每一个家庭，因为一人的信主，全家要归主，全家要蒙福。主圣灵，若没有你的圣灵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是主。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明白你的真理，让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快快来跟随主，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我们礼拜到这边啊，愿上帝赐我们彼此来祝福，彼此来请安。